因为疫情，今年真侪庙宇拢停办相关元宵活动，其中西罗殿经过跋杯请示神明，游玩规划小型的花灯展览。虽然规模有较小，不过包括900个真国小学生所制作的冬瓜灯，以及一个牛年创意花灯、加网加人物的灯饰等等，同款相当有看头。而且将花灯一路延伸到新农街。另外，庙方为了让民众感受细汉时伫庙口小花灯摇灯谜趣味，今年元宵谜也甲淡市美学研究会合作，首次办理摇灯谜。除了有丰富的奖品、奖励动作，上个主要也是希望加入文化内涵，彰显过去庙口闹热的气氛。办这个花灯了到元宵节晚上，阮有办一个灯谜活动。因为灯谜活动自细汉到这样子，已经差不多拢断绝去啊，所以拢无人咧办啊。所以阮有借这个机会来办。一寡阮庙人一寡信众听着讲要办这个灯谜。灯谜办应该就要有一寡摸彩的物件嘛，一寡奖品咯，人无人较会互相来参与嘛。所以大家足踊跃，就足侪朋友也听到，拢有来寄付一寡物件。所以阮的奖品足丰富啦，也有电视啦，也有手表啊，也有现金，也有礼券。所以头个伫咧真10万块的礼品啦。希望讲，咱的市民啦，会当咱元宵节迄暝，大家当踊跃来遮参加，来遮摇灯谜。庙方表示，这摆摇灯谜活动完全由信众寄付，庙方拢无开着钱。当然嘛，希望这活动让信众知影来西罗殿不只是进香，嘛当感受文化转型。我唔是刚刚讲一个进香中心，我是希望讲将咱的文化会当了解，因为咱忠孝传世嘛，咱庙宇个要教忠教孝啊。所以如果能把这个文化在庙口里面重现，这个是很好事啊。所以说我们下个月我们成立一个西罗学堂啊，我会请老师来上课，然后对民间信仰本土的东西做扎根的动作。26号东港庙方嘛提醒要来摇灯谜民众5点就当开始进场，不过一定要挂吹暗，遵守相关防疫规定。台新闻军及何秋邦采访报道。